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几项新闻事件。咱看到讲南投产业道路因为几落天的大雨，暴坎放落来，关家坎差有2楼悬。咱看到讲台北市发生今年头一站天高热，是住伫咧大安区30几岁的男性，这也是台北地区第3站在地起因的天高热。香港铁路公司员工700名发动罢工，当日的列车长嘛有3、4成有参加。连续几两日雨都无歇，南投山区也是有袂少灾情。咱来看国盛中丰川的3只寮产业道路，就是头81线路边的暴坎，放甲150公尺长，关架坎差甲2层楼遮悬。尤其是暴坎一直涉水出来，大家嘛烦恼讲，惊是会走山。道路出现长长的壁损，点仔架拢已经闭开，下开土石都已经掏空。当地居民表示真烦恼，就惊讲雨继续滴落，灾情会更加严重。拢已经飞机山咧走啊，拢咧走啊吼，顶管拢放落来啊吼，拢放落来。居民讲土石阁继续滴骨，加上这几天山区大雨阁滴落，崩塌可能继续，因为原本的地基漏气，这条到81线3只寮产业道路出现大规模的崩塌，上沿段关架杆差着7-8米，差不多2层楼高，而这条嘛是南投区城的长丰川连外道路，居民讲生活是大受影响。水伤大啦，水伤大，水伤大，雨都足大。那农产毛都运送，当地居民更较烦恼。山区大雨阁继续滴落，而边坡含水量也是真悬，土石愈来愈松软，加上往下卡来接，道路吹气愈来愈严重，地基嘛漏气，随时拢有土石流甚至走山的危险。边仔行咧过，迄边咧上严重。这是走山啦吼。对，迄边咧山区拢我看会到。先找一个便道啊，那便道因为县政府有开口合约嘛。他会去便道的部分，他们会去想办法去解决。公司嘛，这条更是白来封路，估计影响有将近100户住户，必须驶路才通往玻璃，车程大约加了将近1点钟。官府除了今日规划修整2条替代道路，嘛将强化边坡，维持当地居民的通行安全。记者南投综合报道。高雄嘛是连续几落天大雨，损害着真侪农作物。你想讲种木瓜受伤就真重。高雄市韩国副市长今日去到三拿和基山勘灾，行政院农委会早起嘛主动公告，讲若是有算到的木瓜，1公顷要救助75000块，只会有受灾害的农民明仔载就开始通来申请了。受西南气流影响，高雄这几天连续落大水雨，高雄的农业损失初步估计已经超过1000万，其中以木瓜损失的情形上严重。高雄市长韩国瑜今日早起去三拿、基山地区来勘灾，要求农业局1个月以来发出补偿金。而且灾情可能等到放晴之后，我们再做调查，还会持续的扩大。现在我们对农友的部分大概分成2个部分：第一，我们在现金赶快请农民朋友受到损失来申请；第二就是肥料。肥料方面呢，我们也来补助。高雄市木瓜种植的面积大约有258公顷，连续落雨，木瓜水伤的灾情大大出现。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嘛伫面册表示，福建顶建袂使等。农委会今日透早主动公告，高雄木瓜10公顷救助金额75000块，受灾农民20到29会当去公所申请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北市出现今年头一站在地起因的天高热，这是住伫咧大安区建安里一个30几岁的男性，伊近来是拢毋捌出国，所以这也是接触伫咧中和、永和这2站案件后壁，大台北地区今年发生第3站在地起因的天高热。台北市卫生局今仔日一透早就去到建安里，伫这个治病男性因兜市周围方圆100公尺的范围内消毒除药啊，阁有将街路边囤着的废弃物清洗煞，通互炭病蠓断根。
行政院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嘛表示讲，这个男性8月15产生规身躯痛痛发烧，迄日半暝就诊断确定讲是天高热。虽然这个男性徛家含上班的场所拢是伫咧大安区，不过病情还未牙进前，伊人是有去到台南含高雄市，甚至嘛有去到嘉南的夜市，佮有9份啊这个所在。现时嘛当咧理福清，到底是伫倒位伊来治着病？咱来讲郭台铭、郭文铁和王金平3个人，昨昏伫咧桃园无见着面，不过3方面拢是讲，还佫有机会通我安排咧。今仔嘛有风声讲，就是郭台铭和王金平拢不满讲郭文铁一直对我放消息，因着打算归去要下伊郭市长家己跳落去选总统。讲到这，郭文铁讲毋捌听即款的消息，啊3个人有在调合作无？这是看社会敢有即款的需要。2020总统大选过关王会面的时间迟迟拢无确定，三方面的势力合作也增加变数。传出不管郭文哲定来对外放话，郭台铭选总统的几率降低，王金平嘛不再坚持一定要选总统。郭王2个人甚至讲打算要挺郭文哲来选总统大位。这制造业的是随处随地每天制造新闻的嘛。我至少我没有听到任何跟这个有相关的讯息。那时候访问讲的，你不晓得哪一个是人家不喜欢的，搞不清楚。不过讲多了，破洞就多嘛。郭文哲强调讲，3个人合作的组合顺其自然，嘛爱看社会是毋是有需要。过关王革命到即马拢无定案，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讲，毋知影是咧折磨我，也是这3个人伫咧互相折磨。人家王金平不是他常常讲逆增上缘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哦，一件事情要成功没那么简单的啦。那我1、2、3的选功我们这个真的这种组合，或是什么样的组合，可以真的去符合那个需要，这才是我们自己要再沉淀、还在思考的。国民党恐惊拿军的分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18拄则讲出5过会这礼拜就当确定。想不到郭台铭办公室早起就发声明，强调郭台铭关心香港以及中美贸易战，已经安排相关讨论拜会行程，看不出来有和吴敦义见面的可能性。直接甲吴敦义扇嘴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拍算有超过700名香港铁路公司的员工今日发动罢工，今日当地的列车长嘛有3、4成参加罢工。铁路公司已经安排休困的列车长落去替因的班。到底香港铁路的交通现此时的情形啥款？咱的连线公司的记者黄立伟带咱来了解详细。立伟。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香港818大游行之后呢，周一就是香港的上班日，而港铁也发动了这个罢工，来响应超过700位的列车长及员工，为了表达诉求，今天是以静坐不上车、请假不上班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不过港铁的疏运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来看看现场最新情况。对我们是没很大的影响啊，这不行。身体不好吧？这样对。所以他们这样子抗议，您支持吗？支持啊，因为地铁站这个地方很小嘛，就很小的地方，然后人都挤在一起的话，就对我们身体不好啊。由于日前香港检方在葵芳站及太古站内释放催泪弹，引发争议，罢工员工曾要求港铁回应3大诉求，包括谴责警方确保员工及乘客的安全等。但至今都没回应，才发动不合作运动。不过据了解，大概只有3到4成当班的车长参与。由于港铁已经安排其他车长顶替，罢工行动影响不大。另外，8月24号将发动机场交通的压力测试，包括搭机场地铁不出站，计程车开往机场方向，刻意降速慢慢开，导致塞车，甚至还会出动自行车部队塞爆机场周边的交通。行车路线将在23号晚间公布。另外，831大游行，民政表示已向警方申请路线从遮打花园游行到中联办。至于是否核发不反对通知书，他们并不担心，当天的集会游行一定会照常举行。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把镜头交还彭烈主播。感谢立伟，咱来看蔡英文总统今日搁再一摆针对香港反送中的事件表示意见。伊呼吁北京当局对局势唔通判断错误，造成历史性遗憾。当然，蔡总统嘛讲，虽然台湾是真关心香港，不过咱是袂出手介入。搁有另外，美国川普总统伫8月18本人证实讲，已经批准要卖咱台湾总价值80亿美金的 F-16V 战斗机。伊嘛讲，即阵的决定会带动真侪势头和利益，互美国哦。
美国总统川普18亲自证实批准对台湾卖出差不多80亿美金的 F-16V 战机，佮强调讲，这笔交易会带来真侪钱，佮真侪工作机会，嘛相信台湾伫咧使用方面会真负责任。美国参众议院外委会主席丁国大议员16嘛发布声明，真欢喜看到川普政府卖台湾 F-16V 战机，两党都支持这项军售案。咱国防部嘛对这件代志表示感谢。那希望这项军售案能够尽早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以利于提升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的空防战力，并且维护台海的和平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采购细节会等美国国会通过，卖出66台 F-16V 战机是这几年来美国上大规模和上受到注意的对台湾军售案。虽然部署地点也未确定，但是有专家分析，考虑到保密性和战略位置，台东基地应该是理想的地点。若是总统蔡英文接见前澳洲国防部长潘恩的时阵，那专家强调维护区域稳定和平，嘛借这个机会对香港反送中的事件再度表态，呼吁中国莫做出错误判断。那我也要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要用智慧和诚意来化解冲突，不要将情势的恶化的责任推给那个并不存在的外力介入，也不要拒绝和人民对话，更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造成历史的遗憾。蔡总统表示，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同时嘛烦恼香港局势恶化，所以会关心，但是未介入。蔡总统这个发言嘛是伫咧反驳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讲台湾是牵涉到香港幕后黑手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美国总统川普利用前2日来休困日，会见世界出名的大公司 Apple 公司的执行长提摩西·多纳库。川普讲，特克有甲证言，讲叫伊着要慎重考虑9月要甲中国起关税的代志。不过，川普确实是打算要将美国参中国的贸易战和香港反送中的运动白做伙处理。伊讲，中国若是起骹动手，用暴力镇压香港的民众者，要来跟美国讲贸易的协议，这就较为难咯。美国对中国上新一波调关关税措施，特别伫咧9月初1实施。长久以来，就对川普的贸易政策真有意见的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18伫纽泽西州和川普会谈，并且当面甲川普强烈要求，要慎重考虑增加调关中国进口关税的代志。根据川普事后伫机场甲记者咧讲，库克提出苹果伫咧美国提供几大万的工作机会，若是政府调关中国进口关税，将会致使苹果的成本大大增加，并对上强的竞争对手韩国三星一定会更加不利。Samsung is not paying tariffs because they're based in a different location, mostly South Korea, but they're based in South Korea. And I thought he made a very compelling argument, so I'm thinking about it. 不过，川普的话一顿表示讲，要将美中贸易纠纷和香港的情势法定挂钩处理。I'd like to see Hong Kong worked out in a very humanitarian fashion. I hope President Xi can do it. He sure has the ability, I can tell you that from personal knowledge.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deal if they do violence. I mean, if it's another Tiananmen Square, I think it's a very hard thing to do. 若是美中贸易另外一个争议焦点的华为，美国媒体指出，川普政府打算要将禁止期限延后90天，和华为和往来的美国方面的客户会当完成伫禁令生效之前就签好的合约。但是短时间内无可能有新的合约，因为川普政府认为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无得参详。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内政部统计，近来3档香港民众踮台湾居留的人数，当年都有较低。不过，香港、澳门的学生来报名台湾的大学海外联招的人数，连续4年都减落去。有学者指出讲，这是因为有真侪香港、澳门的学生拢去中国留学，另外香港因本身也有囝生少的问题。学者就建议讲，台湾各大学量必要提出一寡奖励的办法，会当互即马香港人当伫咧反送中对台湾真好意的时阵，加招较侪香港、澳门的学生来遮读书。因为地理所在真我无语言的问题，所以台湾一向拢是香港学生真受欢迎的留学地点。毋过数据显示，香港高中毕业生报名海外联招来台湾的人数，伫104年达到6000人的高峰，今年敢若剩2000多人。海外联招会又讲，这甲香港少子化，还有中国扩大招生、提悬奖金等等的原因有关系。所以学者呼吁，台湾嘛会当提悬奖励。
海联会的这个学生人数逐年下降，但是呢，独招的人数而且是逐年攀升啊。除了招生的管道增加学校独招的这个部分之外，也要多编列一些奖学金。我们要利用这个反送中的机会尽量来招收香港的学生。学者指出，台湾公立的学费一学年差不多是5万块，私立10万块左右。这甲香港凊彩大概15万的新台票比起来是较俗的，而且师资地理位置拢有优势。若是会当顺最近香港反送中对待友好的趋势，那安尼会当增加更较侪学生。亲共或者是他们对政治比较冷感的人，可能就会问题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在政治上妥协港澳生如果来台湾念书，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比较容易可以选择留在台湾生活。已经取得入学许可的，那他当然可以来申请所谓的居留。其他的高中或大学，他们有就学的需求，可能要由陆委会那边统一再看个别的情形。若是香港学生因为参加反送中运动来台湾找找居留等等的协助，教育部指出，目前依法会当经过海外联招会，还有各校单招等等的管道来台湾读册。敢是还有其他的协助方式，要看陆委会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备咱来讲，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上新的统计发现讲，去年全台湾大细间的病院咧照电光，也是用电子波照病人的体内来翕影，这拢是本钱真悬的设备呢。结果有13万件，拢伫咧照感冒啦、哪喉痛啦这款轻症的。计共拢总有92间病院拢有这种作风，甚至有的病院翕影啦、照电光啦，3站的患者内底就有1站是轻症的。健保署已经发出通知批，提醒大细间病院都要注意。健保资源敢有被乌白使用？健保署上新的统计发现，去年病院电脑断层、资讯造影等高阶设备，竟然有13万件是用伫咧感冒、然后痛等等初级照护轻症，总共有92间病院比例相悬，甚至讲有病院每3件都有1件是轻症，合理性比质疑。抽审我们会请专业的医师，去进行一些审查。如果呢，在审查的过程里面呢，像这 CT、MRI， 就是以个案的角度来看是非必要的，那就会有核删的情形。健保署表示，电脑断层、资讯造影是属于高阶检查，但是给付的检验医疗费用，每1年都在增加。敢若去年都有428万人次，一档总共开178亿。其实电脑断层早伫咧2016年都被看作是上开健保的第1名项目。迄当阵的统计就发现，民众敢若电脑断层一档都爱开92亿。迄个时阵健保署都呼吁民众和银行卖浪费，甚至讲定审查管理指标，若是中和检验伤多，会加强审查核删。临床医师专业的人员认为说，他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怀疑的时候，他可以对于他的鉴别诊断后续处理，有一些帮忙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做 CT 做出来是正常的，并不代表他做的就不对，因为他排除掉他原来担心的一些问题。医师是认为，真侪新村因为疾病无法度伫咧第一时间就做判定，才会利用检查来提悬治疗的准确性，并不是要乌白使用。健保署是讲尊重医师的专业，但是初步以电脑断层检查头壳来看，检查目的和报告结果有达到40%拢无相关性，所以才会做提醒，避免非必要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创办花莲门诺病院的传教士罗兰博朗博流览医师8月17伫美国处理来过往，今年拄啊食到93。博流览医师奉献家己的性命，伫花莲行医济世40天。伊有一句名言讲：去美国真近，来花莲真远。话哪会安尼讲？这句话就是来打动真侪医师有志觉，决心要去庄卡较遥远的所在，帮助遐较无人看顾的病人。门诺病院走廊高挂博流览医生少年时伫花莲做医生的相片，虽然讲已经真久，毋过有不少老一辈乡亲拢会记伊，尤其有台湾这边看病才有一科，唔知帮助偌济弱势人。觉得心里是很难过。我们花莲地区的子弟几乎都是在他的这个手下完成了这个医院的这个成长啊。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原住民，都跑原住民、原山区啦、原地方啊。
博流浪医生伫中国河北出世，老爸是美国门诺会宣教师。大汉了后，伊登去美国读芝加哥医学院，27岁到花莲做医生，做台湾第一个山地巡回医疗队。1953年创办门诺病院，服务40年，退休连登去美国机票钱拢无。他从来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所以他在65岁退休的时候，他要回国的时候，他在美国没有房子。博流浪医生个北环岛，迄当时无医生愿意来花莲，伊讲去美国真近，来花莲真远，后袂少医生真感动，其中包括黄信雄医生在人来到花莲，这种门诺嘅基础拍好在。我们能够门诺得到很多好的医师或者其他的护理行政人员，都是受到他这句话的感召。伊政见秘书表示，博流浪医生直接伫美国过往，无受过痛苦，目前休书交互2个后生办理。门诺病院买派员参加，感念伊对台湾的付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来看南口中坑病院。去年5月，中坑替一个女性换肝，这个女性毋是普通的身躯，伊是有生3月日的负责人。换肝了后，到去年的年尾，伊腹肚内囡仔嘛来平安出世。根据国内外调查的资料记载，英国大腹肚的妇女互医生换肝，全世界只有5名，嘛敢若其中2个。囡仔顺月的时有才调一切平安。咱台湾过去嘛查无这款的案例，拍算是国内头一站。 34岁毛小姐是鼻肝的带源者，去年3月份，伊有生的时阵去病院检查，发现讲伊的肝已经恶化做结石、肝衰竭，必须要马上换肝，若无随时有性命危险。等待医师配对期间，原本伊的小弟要捐肝，后来临时接到通知，有大爱捐赠者捐肝，互伊伫有生3个月时阵接受肝脏移植，而且手术了后恢复甲真好。去年11月份，伊平安生一个宝贝早囝。 我妈妈当然是内心当然是很崩溃，因为自己的2个小孩都要上手术台这样子。那所以后来听到说有大爱肝，就是真的很感恩。医师表示，肝脏移植本身就是一个真复杂、佮有风险的手术，佮何况讲是有生的时阵，佮要考虑到囡仔安全，若无囡仔有可能会死去。经过国内外的文献发现，文期当中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人，全世界敢若5例，其中有2例顺利生产。台湾过去嘛无这款的案例。手术中，因为我们要把整个坏掉的肝脏拿掉，再换一个新的肝脏，所以手术中必须跟麻醉科还有其他的团队要配合非常好。心、肝、肾、胰脏、小肠这些肺这些比较大的器官，那这些器官其实这几年来一直都平盘了就是没有办法很大幅度的在成长。 根据器官捐赠登录中心上新的统计，目前等待器官捐赠的患者还有9979个人，其中各以等待换腰子的人上济有7000多人，第二是换肝有1000多人，换肝甲某嘛有800多人，所以呼吁更较侪人会当来器官捐赠，和大爱的精神为爱人间。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讲现主时的烟害防治法，是无将电仔卡、无将红砖仔路列做是禁止食薰的场所。不过台北市政府表示讲，为着要保护少路经过的民众，莫去试着人的薰烟，会用公告的方式扩大禁止食薰的所在。自9月初一开始，台北市的连锁的便利商店和咖啡厅，拢总有15种的牌子，这个店头前的电仔卡、红砖仔路，拢袂用得搁再食薰咯。 去伫便利商店外口，哪食薰哪看手机，依照《薰害防治法》并无违法。毋过，不少民众会向店家反映，买物件所以伫闻到薰味。9月初一开始，台北市卫生局会以公告方式，将5间连锁便利商店、甲10间连锁咖啡店头前的电仔卡列做禁止食薰场所。有时候还要被室内的客人呢翻白眼，就说老板，麻烦告诉外面的客人不要抽烟好不好？ 不然那个烟呢飘进来，我也很困扰啊！我们也不敢讲啊。就走外面，烟也不能乱抽。台北市卫生局伫今年5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近9成支持便利商店甲咖啡店头前的电仔卡禁止食薰。为了维护民众买食二手薰的权益，卫生局会甲业者合作。9月初开始，这公告场所业者会当以场所负责任身份，设定禁止食薰的范围。 并可能食薰的民众，违规人会向罚2000到1万块。我们在这边也提供了小卡片，来请这个业者方便去提示。这个部分，我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大家共识可以做得到更好的部分。那如果说真的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报卫生局这边来进行相关的稽查。
卫生局讲，要营造无婚的环境，最后目的还是希望结婚的人提早结婚。卫生局已经结合医疗甲社区资源，提供结婚卫教甲结婚治疗多元管道，呼吁结婚的人会当多加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上新的消息，苗栗造桥一间烟火工厂，早起10点50分爆炸。根据目前的了解，库房内面有3个人受伤，到今火势还未拍完全化去。有现场的民众指出讲，大声听到爆炸的声，过后空中就濺规撮的，那像香菇迄款形体的云出来。苗栗县消防局表示讲，早起10点50接到通报，是造桥这一间烟火工厂爆炸。现场已经救出3个人，嘛赶紧送去病院救治了。再来讲桃园观音环保科技园区，昨下晡嘛那像有所在爆炸的款，有民众翕到讲现场有规大缸的化学药水喷出来。咱来看到讲昨下晡5点左右，伫观音环保科学园区有厂商喷规大缸的化学药水。民众怀疑讲，敢是工厂爆炸？不过这间工厂是回答讲，迄是工人操作了无熟手，造成滚药水泄出来那尔。今年拍算是景气有较歹，婚林者家扶中心用过，人普渡拜拜这贡品拢会直接捐互因。不过比较逐永年来讲，今年捐的减5成较低。家扶中心的人员就真烦恼讲，景气歹，普渡品捐了少。连带影响到较艰难的家庭生活开销的用度。摕到袋啊，装入白米、面条和沙拉油等等，这明星物资拢是中元节过后，真侪庙宇和善心人士捐赠的。每到这个期间，受家扶中心辅助家庭，拢会当领到一份明星物资，减少1,200块的生活开销。有饭条啦、油啦、迄个饼啦、米。盐迄个凉的拢总有啦，减掉差不多要到半个月生活的物资咧。家扶中心的社工，无因将贡品回来包起来，准备要送到受辅助家庭。但过去中元节过后，在5年家扶中心，真侪捐赠的物资拢会插满仓库。但今年可能受到景气无好的影响，贡品的量减少5成以上。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这一次的普渡品的捐助，其实我们大概统计下来，大概少了超过5成啦，大概只有3、4成而已，就跟往年比起来，那其实我们这一部分其实还蛮尤其就是说，相对的我们家庭的一些这段期间的开销比较少物资。云林家扶中心表示，目前中心辅助原来1000多户家庭，普渡贡品平均会当帮助每户家庭减少2000块的生活开销。希望会当有寡侪善心人士捐赠贡品物资，帮助些家庭省下生活费，就会当将钱省落来运用在囡仔教育上。记者为您报道。咱看到讲中南部这阵啊雨影落真大，嘛产生真侪灾情。结果有民众伫网络顶头铺一张淹水的相片，边仔佫甲拍字，写讲台南淹水了，基迈人伫倒位？伫咧防市行政院副院长陈基迈无去遐关心啦。不过这张相片，网领就互掠包，发觉讲是造假。台南市黄伟特市长认定讲，这是恶意的指控，伊表示会提出告诉。网友抛出来讲嘅相片，去互看破骹手是假。文章当中虽然想要考试陈其迈，敢若关心高雄的灾情，毋过找来用的这张淹水的图，却是过去桃园的淹水状况，无米无代来牵拖台南。台南市长黄伟哲讲，这件代志台南市政府一定会提告。我不是说台南不会淹水，但是你淹水，你不能用错误的照片，而且用过去的照片，用其他地方的照片，刻意来黑台南，这部分明显是对台南的恶意。如果说社会还有公理，还有正义的话，公理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法律，所以我们法律上该怎么做，我们就该怎么做。过去台南嘛捌发生过这款的代志，民众对网络面顶写出来的文章，嘛感觉是灰哥哥。对啊，就是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那如果就是后续的澄清，然后人家没有看到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信了？但是你讲陈其迈没来，没意思啦。那相片是在桃园的，又不是我们台南。
中国第一个细路的查甫人，伫个人人面册抛出台南市去年8月份生涯团体记录饮水甲真严重的相片。那就伫讲台南市治水做了无好，台南市政府认为细路的查甫人涉嫌恶意散播假消息，向警方来报案。落尾这查甫人去向伊违反在防法来移送法办。针对这个代志，警方强调讲，面对这款的网络假消息，已经主动介入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又有中国渔船越过界线来咱遮掠鱼，海巡队顶日啊，伫福兴市南平4.5海里的海面，伫咧处理中国的渔船的时阵，因为对方咱话叫伊停，伊唔停，无爱互咱检查。有2个海巡队的遮拍拼的队员，竟然用跳去到中国的渔船顶头，脚头乌拢来受伤。不过伊完将渔船压转来到咱遮咯。海上几个暗暝松鸟，海巡人员准备要跳上渔船仔，准备插接。想袂到，忽然间出现一个大影，2个船仔中却架出一个要挖3公尺深的一坎，2名海巡人员就安尼塞伫咧船帮。来，所有的船员去头前去船头，船头大，叫你所有的船员来船头。金门海巡人员喙齿紧加咧，也是继续执勤。14暗时，金门的海巡人员透过雷达发现一只掠鱼掠过界的中国渔船，赶到现场要求渔船仔停船接受检查。想袂到渔船仔煞唔肯配合，也搁想要选。这艘大陆渔船在发现我们巡防艇的时候，他就企图以断尾求生的方式将那个拖网切断，并驾车逃逸。那不过我们巡防艇就以强势登检的方式那还是顺利的将这艘巡防艇这艘大陆渔船顺利的带岸取缔到岸。受伤的2个海巡人员分别是要有特勤经验4长的分队长，伊这边的筋力有受伤；另外一个姓王的副艇长，伊倒边的脚头骨骨头有喙齿的情况。2个人拢是等到查扣中国渔船的作业完成了后，才上消防队的救护车去病院。中国禁止掠鱼的作业期间，伫咧8月7日结束了后，金门海巡人员伫咧金门的禁止也佮限制掠鱼的区域，拢会看到半暝有中国的铁壳船入来遮，上空上芳，想要掠鱼。这届海巡队将中国的渔船也佮7个队员压转去辽路队的本部，问话了后，将会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那这起事件也互民众看到海巡人员有偌尔勇敢。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办手机啊，真侪拢是含电信公司客用2档。不过你若提早无要用，就要纳一条违约金。消费者文教基金会顶日就调查出来讲，有2间电信公司因的违约金扣了是有比别人较悬，嘛呼吁主管机关要赶紧来调查和详细。假设我们以15个月450天，民众要解约换到另外一家的话，发现远传电信和台湾之星，他们的违约金高出业界平均值甚多。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那个主管机关 NCC 应该要制定违约金的这样的一个上限。消基会调查发现讲，这5间业者违约金平均册是7510块，远传电信和台湾之星违约金拢比较别人超出平均真济。远传电信用户契约中间是算月啊来算违约金，和营业规章当中爱算日的计算无符合。另外，消费者基金会嘛发觉讲，有真侪业者就是利用真悬的违约金来限制消费者将号码刷去别间。总是若违反相关的规定，就是会当处分1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金。咱来讲，监察院前一阵啊，针对新德县内头前溪的水源头自来水水质含水量保护区内面，竟然有一寡制造污染的工厂，伊若无去清查，也无去管理来纠正新德县政府。早起就滚来推动环保生态的团体，汇集伫咧县府面头前的广场，要求严格清查管理水质的保护区，才通互民众食到清气的水道水。新闻指控新德县政府放任保护区内工厂长期污染水源，过去12年来已经来抗议第4摆。按个即马保护区内工业区开发行为也是搁咧进行，75万新德人啉的水源都安尼强污染。能够
真正的落实他选前的4个承诺，他要设废污水的专管回收。另外呢，他应该要找民间团体来好好谈这件事情，并且让水质水量保护区的工厂不再增加新的设立，还有协助他们迁移。中央不要再核可任何县政府提出的都市计划或者是产业开发园区，因为县政府其实目前是完全没有能力管理好它县内所有的工厂。对民众提出诉求，官府表示目前工厂废水排放拢符合标准，针对疑虑的部分，官府会跟业者继续沟通。有民众有疑虑的部分，我们会尽量去跟工厂去做协调，可以请他们先做一些废水减少排放的部分，或者是说未来产业可以转型的部分。人民要求应该将保护区内污染性工厂、甲粪扫掩埋场刷走，并重新检视污染性工厂的定期甲管理，形成让人接清气安心的饮用水。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讲中华分行关定的古迹保障司，近来开上千万咧修理咧翻，庙方吼家己倾家己装51%的经费。中华县政府嘛讲，真侪只古迹的庙司拢望讲政府要修理要翻的时阵，看会当加补助寡无。毋过保障司家己去装一半的经费，听我讲是维护文化资产真好的模范。原本因为地动壁起的壁面经过修复了后，已经看袂出壁痕，唯一的厝尾顶也到骨外的厝遐，拢已经复原。庙方人员无需要搁再烦恼有崩落的危险。原本已经去白遐旧空的木构件，嘛已经全部换新。中华县定古迹分园的保障司，经过1年的时间修复完成，庙方自筹超过1半的工程费，嘛是中华县收的。这个管理委员会这边很负责任，他们认为说这个修庙是我们委员会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愿意出资51%大概629万。中华县政府表示，保障司到即马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地方的信用中心。经过几啊届地动，寺庙有几啊位毁损，毋过才开1年的时间就修复完成。相较伫咧彰化市的国定古迹彰化孔子庙，修复工程为2017年招标到即马已经流标8届，也唔知影当时会使完工。如果是由我们政府机关来代替民间来执行这些这个修复的话呢，我们必须完全都要适用这个政府采购法的一些程序规定所以它的整个期程上面来讲反而是比较要照规定来走，会比较久一点。中华县文化局解说，保障是因为自筹超过50%的经费，依法无需要受政府采购法相关的限制，所有权人会使家己找厂商发包。但是孔子庙因为是政府所有，修复经费专业政府支出，所以相关的流程会较久。目前已经重新规划评估，今年底进前会搁再上网来招标。记者中华综合报道。中华的保障司和孔子庙看完，咱来看分林未了的姜环宫。姜环宫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顶日因咧整理信众行愿的金牌，拢总2000几块。庙方的人员先将金牌洗洗断断咧，再请金仔师傅来养做规条。一来是安尼生管理较方便，二来嘛有暗算讲未来因会拍一尊纯金的妈祖，互民众来敬拜。工作人员用火伫金牌面顶四界来回烧，就是为着要甲杂质去掉。这拢是分林未了公环宫开山妈祖的信徒拍来行愿的金牌，甲单已经有2000多片。为着方便保存管理，庙方决定要甲养做伙。咱未了公环宫咱已经整修完毕。咱顶回开会将咱信徒捐的那金牌咱甲它养做伙。来好保管。信众的寄托，庙方非常的认真，专程录影记录这金仔处理的过程。主委表示，妈祖监督，请信众放心。未来庙方规划要用这金仔打造一尊金妈祖，互信众参拜。庙方表示，信众看到家己捐的金仔，真做是妈祖的金身，应当会真感动。咱的干部拢有一只佮全程拢录影起来，这拢袂去颠倒啦请这个大家放心。咱有妈祖咧咧监督以后的计划就是这个金仔来做一尊安尼的金妈祖。姜环宫是1685年起的，规间差不多拢是用柴砌起来，经过300多冬，已经有漏水懊恼的现象。庙方向文化部争取2800万的经费，征收107栋，去年完工。这是地方重要的信用中心，民众的信心就亲像是黄金的黄金，遐尔啊纯。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观众朋友讲到未了姜繁姜，咱就来探讨、来研究一下姜繁姜门口一对联队。国情捌谈解文说字这个单元，甲大家讲起，正妙语的联队。第一，伊是标准用台语来呼音，用台语来斗句，用台语来读，读了愈水愈好听，这是正港的台语文学。第二，国情小甲你提醒一下，咱各大庙宇的联队，往往一定有写着咱在地地头，写着咱在地代志，无咱来甲参考看卖。姜繁姜门口这对联队，顶句讲姜手调天，雨雷重生。该托庇，下句讲环疑解释，海牛雷树尽忘休。这2句国情浅浅啊，替朋友来了解一下。第一，你甲看，顶个句头一字就是姜繁，姜繁姜的姜繁，啊，啥做姜手，双手合起来，对天顶来拜，拜讲妈祖婆啊，雨来重生，宇宙内底重生，该托庇，因为你来保庇。环疑解释，妈祖婆啊是女性的神尊，伊的风范，伊的母仪天下，普遍照顾世间。海牛类似，这个海牛过去咱未了，永早一个地方名做海防堡，意思讲海防堡即角头，这个牛解释就是角落，海牛类似尽忘休，这个休者尾字顶的句，这个休尾字的休就是叫做地印，所以。这黎民、市民、百姓，拢得到妈祖婆你的庇荫、你的保庇。啊，搁来姜繁姜内底，啊，搁有另外一首联队，国情啊简单讲互你听。清朝年间有一个踮伫海防堡遮做生意卖了人，这是对泉州来，伊叫做蔡尚营。伊就是咧经营海岸中间，对台湾载货过到泉州下门，对泉州下门载货倒转来到台湾咧买卖。那当着咱种种的疑难，拢跋杯问妈祖婆。有一日规只船正重载要出港进前，蔡尚营来问妈祖婆，跋杯落去讲3日内底唔通出海。果然过长工，风雨有够大。蔡尚营为着要犒谢神因，伫咧乾隆军43年的春天来搬戏3工谢神，另外佮送一队的连队，这队连队到当啊佮踮伫咧姜繁姜看会到哦。典故讲做水德阳未岛之休，万里诸行应渡，无疑顶海风之盛，千秋香火中存。国情头拄我讲，较早未了讲做海防堡，这对连队敢毋是甲咱讲无疑妈祖婆无疑天下，顶海风之盛，所以祈求妈祖婆千秋香火中存，真感动啦。过来，咱换来讲台中雾峰。后溪仔底水利署为着要保育狗鼬啊，这款真特殊的动物，特别伫大牌内底设计一个人工的产房，互狗鼬啊会当踮遮顺利来生卵放卵。狗鼬啊好吼，这真稀罕哦。佮设计课程，或者囡仔遐囡仔仔自细汉就会当珍惜生态的环境。咱详细来甲看卖。对后溪底大排的水利，甲泰路提起来，伊伫泰路后壁生真侪卵，这是水利署水利规划所特别帮狗鼬仔做的人工产房。这是台中雾峰的后溪底，这条大排用钢筋后毛土框起来了后，虽然保护4公里的土地，也毋过溪底原本的石头拢互沙掩去，狗鼬仔无所在通放卵，损害自然生态。这2类被冲击到的生物，是因为其实它们必须在石头的底面，就是像我们天花板这样的那个设计上，它把软粒粘在上面，它一定要这样的环境，它才能够繁殖。因此，我们去做了一个设计，那这个设计就是狭湖的厂房。区域的排水道在生活当中是真重要的角色，若有引产下水的功能，若是会当好好维护，无受污染破坏，内底嘛有真丰富的生态资源。收虾笼有收到一些台湾石鲋跟
虾虎鱼。那这个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调查到培养他们说定期调查的习惯的话，我相信那个累积的数量会很可观。老师几工前就来坑虾人，活动即天个跑网啊，互囡仔做伙观察大白的生态，牛屎质啦、南油质啦、虾啊，这囡仔生甲笑嗨嗨，大水顺溪爱亲心撩落溪底，才知影只要会当保护环境，身边嘛有遮尔新鲜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闻名全世界的9天民俗技艺团体，1995年团长柯金荣成立，伊后生柯怀文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出业了后，倒转来到团练斗3工，嘛将伊伫学校学到的现代剧场的技术带转来9天民俗技艺团。下暗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眼界，咱赶紧来看柯怀文9天这个少年团长的故事。9天民俗技艺团改变顶头传统的表演模式，替台湾顶头带来新的可能，嘛互演出场面更加精致、更加艺术。自阮创团的这个过程当中，阮就发现讲有足侪所在我们不足专业方面的艺术的知识，有人才方面的培育，所以我才感觉讲。这个学知识方面、艺术方面、知识方面最重要，所以才会促使我去读台北艺术大学。要跳脱传统，做出差别，才会当凸显家己的价值性。因此，柯怀文大学选择读戏剧表演，将现代剧场的技术甲传统艺thuật表演做结合。其实，毕业倒来了，足侪经验是伫咧学校做这个学习制作的过程当中去学到的，因为阮。唔是讲，因为足侪人影响讲读北艺大戏剧系就是演戏，其实无，阮足侪代志是幕后的。柯怀文将西方剧场的想法融入顶头表演，将台湾民众上常常接触的民俗文化搬上艺术舞台，打造新的剧场音乐会。这几年的创作拢是想要再找一寡台湾的重点民俗文化，但是可能无足侪人知。透过演出的方式，甲大家讲台湾其实这的庙会文化，足侪足水的，所以需要大家来去每一个所在去行看看发掘其实这个文化足水的。台湾老一辈接触艺术，无伫艺术舞台，是伫庙口。现在经过柯怀文的双手，要互民众感受到顶头不只是民俗，更加是真悬的艺术表现。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今年马祖杯双轮椅舞蹈公开赛9月底就要伫咧云林北港举办，有全世界各角落骹手不便的人士要来参加比赛，因大声去到北港集中训练。咱来看台湾的选手，伫舞蹈中间找到自信，找到快乐，嘛讲要替台湾拼命声。登湾、路腰、无门来笑，在轮椅舞者随着音乐，一届搁一届跳着舞蹈。无论讲是恰恰、伦巴、吉鲁巴，拢非常的流利。希望讲伫舞台顶头，会使展现出家己上好的舞蹈姿势。我可以在不断的学习他的一个技巧，然后以及增加自己的一个自信心，这样子。借由这个轮椅作为我们的双脚来跳这个舞蹈。今年马祖杯双轮椅舞蹈比赛9月份就要伫北港举办，来对着世界10来国家的参赛者，即摆拢到北港来参加训练。轮椅运动舞蹈协会理事长蔡秀慧是真学老这轮椅舞者，真是无简单。那这个公开赛目前来讲，确认报名的国家已经有16个国家。那当然，台湾选手是比赛绕开啊。跳双人轮椅舞是比较困难，无论讲爱甲舞伴互相配合，嘛就要甲对手来教舞。体力是一种考验，所以老师是设计了袂少课程来训练到因的身体。其实我都跟他们讲说，多摔几次就好。那再来一个就是重点还是要练。可以看到各国选手的那些精湛的舞技，当然我也会自己好好加油这样。轮椅顶头舞者伫舞台上跳舞时阵，身躯甲心灵拢是自由自在，笑容嘛真灿烂。伫人生道路顶头找到另外一种目标甲自信，更加希望讲会使为着台湾争取到胜利，咱同齐来为着因来加油。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来看屏东嘉东石公川，有一阵真够变巧、真古锥的因利用人无爱滴的环保的材料，制作芭蕾舞的舞蹈衫，因家己搁排戏，也要代表屏东上北来参加环保署举办全国级的比赛。
好，请要微笑哦。环保之间穿水水的天鹅服装，身上叮叮咚咚，全部都是用环保材料做的。这是用不要用的 CD 片，还有这个是手提袋剩下的做起来。啊，至于我们黑天鹅的头发，是用人家香蕉树绑下来的绳子，不要的，把它搓成丝，还有盖棉雾的那个棉雾网，黑色的棉雾网所做成的。这场环保之工是屏东嘉东石冈村温馨家园促进会成员，这阵因当认真伫咧为全国环保之工义工群英会的比赛做准备，希望透过办环保戏剧的方式，提醒民众就爱过来做环保。我觉得环保啦啦队这个比赛项目它非常棒的是，它可以带给民众一种环保艺术的概念。那我觉得环保艺术的推广可以减少垃圾量，而且更强调的是可以回收的东西跟不能回收的东西一样，都可以把垃圾变黄金的概念。经过环保局的资料显示，2018年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为5.87%提升到52%，将本色变黄金，也推动循环经济。透过环保比赛，让更较侪人关注环保议题，也继续守护咱的地球。5、6、7、8，我家门前有小河，乡亲别乱丢垃圾，不把工厂倒污水，捡起人人都有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南亚洲的曼加，还有欧洲西南边的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顶礼拜拢有所在导火。西班牙国内真出名 Gran Canaria 这块岛发生火烧山，主办单位已经疏散2000个民众。曼加遮，咱看到讲散车地区竟然有15000几间的客家厝，拢有火烧无去了。大火过后，明显冒几户卡的塑胶厝顶，伫孟加拉首都打卡的查兰提卡贫民窟，当地时间16暗发生大火，因为贫民窟大部分的厝拢是用茶底啊和塑胶厝顶这种真容易烧起来的材质所起的，大火全部都收散。当局出动125名消防员，6点前后总算把火拍光。火甲这居民因为庆祝伊斯兰教中孝节无伫咧处理，敢若传出有4个人受伤，但是有差不多15000间的客家全部烧了，造成至少5万人无家可归。当局表示，火灾的原因搁伫咧调查当中，真有可能是因为电气故障所引起，会对受灾户展开安排甲救济。ঘনসন্নিবিষ্ট এলাকা এবং হাইরাইজ বিল্ডিং এর পাশে ছিল এবং বস্তি এলাকার সব জায়গায় আগুন পৌঁছার আগেই আমরা সেটাকে নির্বাপন করতে এবং নিয়ন্ত্রণ করতে সক্ষম হই।镜头转来西班牙的度假胜地大加那利岛，这顶礼拜才发生火烧山，迄当阵烧1500公顷，但是17又搁发生火烧山，这个烧的面积搁较大，已经烧1700公顷。当局紧急疏散差不多2000位居民，搁封锁道路，但是因为最近的高温加上强风助长之下，大火真歹控制。当局宣布岛上2个城镇是紧急呼吁，并且向西班牙中央政府要求援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冰岛这个国家，昨为着因国内一撮已经累积700吨大自然用一言一言的酸性贴起来的冰河举办告别式，搁甲顶一支王牌，王牌顶头文章写讲，人类若搁久在气候安尼先变歹，未来冰河有400座，冰岛国内400座的冰河拢会安尼扬甲无去。冰岛总理雅各斯多提尔、环境部长古德布兰松，还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等等100个人士，18行2点钟的路爬去咧OK火山顶，出席替消失的冰川举办的丧礼。1890年OK冰川的面积有16平方公里宽，毋过到2014年，因为冰层无够高，去互科学家宣告死亡。透过画册相片会当清楚看到，1986年大片白色的冰，到今年敢若剩火山口附近一小片。I feel sad and I feel that this moment will be remembered with future generations and I will know that my grandchildren will ask me how this day was and why I didn't do enough. 活动的参加者伫火山顶的岩石顶 OK 火山的木牌，
笔文是冰岛作家马纳松用予未来一张批来做主题，指出未来200年冰岛所有冰川拢会走向同款的命运。纪念碑是咧表示，阮知影当地发生啥物代志，也佫有需要安怎做。只有未来世代知影阮是毋是有做甲到。落尾除了漂日期以外，佮加上今年5月份创新高的大气二氧化碳高度415 ppm。They are decreasing very fast, retreating and decreasing in mass very fast, and have been particularly for the last 20 years. Extremely fast deterioration of glaciers, and many of them have left already. Probably close to 100 glaciers have disappeared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And now there are 250 to 270 left, which will perish in the next decades and couple of centuries. 伫咧富北极区的岛国冰岛，照火山甲冰川的地貌，防雨水冰甲火的角度。科学家指出，地球暖化和冰岛的冰层用一年101亿吨的速度伫消失，烦恼讲到2200年，冰岛所有冰川拢会消失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上低27度，上悬31度；中部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上低25度，上悬29度；东部上低24度，上悬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